35当前伫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民众挡伫战车头前画面，相信大家拢各有记忆。当初的天安门事件到底有偌济死伤？官方的讲法是200-300个人，也毋过一寡内部的资料显示讲绝对毋那。也毋过中共是完全封锁历史相关的资讯，真相如何，到达是阁无人知。今仔解破新闻，咱特别请雅顺为咱来回顾这个历史上真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主播，咱今仔日的解破新闻特别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也就是89命运。这个事件的起头就是1989年的4月，中国共产党的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过身。因为胡耀邦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领导人，所以迄当阵受真济民众伫咧天安门广场来为胡耀邦哀悼。这个集会是慢慢变做呼吁政府爱解决通货膨胀甲官员贪污的问题。然而，示威行动是渐渐扩大，对集会、游行、经济发展到罢课等等。迄当阵，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就指控这个示威行动是有人上空上芳，要来推翻中国共产党嘅制度。这项声明是引起学生愈不满、愈团结、愈大规模来咧抗争，甚至有人绝食来咧抗议。政府看这情势唔对，换要甲这个学生来对话，却有关是超白平，局势是愈来愈严悬，各地是拢有发起示威的行动。迄当阵的领导人邓小平，伊就指示要来实施戒严。5月20日，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平是正式来宣布戒严令，动员大量的军队组织去到北京附近来咧戒备。示威的学生甲民众是继续咧占领天安门广场，到6月初3，李平等等的高层指控这示威者是恐怖分子，认定因是反革命的运动，下令这军队就要进行清场。迄枚大批的军队伫咧前往天安门的路里，甲阻挡战车的民众爆发冲突，造成伤亡。一直到过当天6月初4，战车也有军队伫咧天安门广场清场镇压，也有开枪，造成真济民众甲学生伤亡。目前估计天安门事件造成200至6000人死亡。这估计范围会掠到这么宽，是因为中国的资讯到今拢无公开，所以伤亡的人数是有源不明。也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已经过35天啊，受害者家属所组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是继续来呼吁中国政府爱针对天安门事件来说明，也有回实的。另外，因为香港伫咧6月初4，拢会去维园来点灯悼念天安门事件。毋过，伫咧香港的港版国安法推动了后，即马就正做是禁忌，甚至今年拄通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嘛用来头一案就是逮捕牵涉到六四纪念活动的6位领袖。目前就变做是迁徙去到英国的香港人，也有伫咱台湾有继续咧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华人日报报道，即马中国的野心也有作为，嘛互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警戒是比六四事件迄当阵也更较大。今仔日咱的解破新闻就讲到这，所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